当中，我们不只是来领受圣灵的充满，我们更多的是，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在圣灵的里面敞开我们的心，让神的火来点燃我们对他的热情，让神真实的来呼召我们来成为他的器皿，我们的生命真实的活出一个我愿意回应神呼召的那样的一个生命，来献上活祭献给神。好，这个时刻我们邀请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让我们扬起我们的声音来欢迎圣灵来到我们当中。被你来浇灌，哈利路亚！一起来。圣灵，我们欢迎你同在降临。圣
谢谢圣灵，你爱我们；谢谢圣灵，你回应我们。我们知道圣灵你是烈火，你要焚烧每一个爱你的心，你要焚烧每一个渴慕将自己献上给你的心。主啊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真实的向你倾诉，我们的生命不要再不温不火。主啊，点燃我们对你的热情，焚烧那些拦阻我们亲近你的邪情私欲。我们今天要在你的圣灵里面重新的跟你立约。主啊，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饶恕我们一切不讨你心意的过往。今天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要在圣灵的更新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主，点燃我们，回应你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即使旷野道路无力淹没我的心，我要向你屈膝，更多寻求你的心意，就牵引我贴近你，无论高处低处。
知道你在此刻，你要点燃我们的心，我们对你的热情丝毫不减。让我们用这首诗歌，更多的来向神回应，我们愿意成为神荣耀的器皿。主，我来到你座前，全心向你献上我所有，毫无保留地将我自己献给你，渴望你来充满我的心。主，我来到你座前，献上我这一生尽所有，愿你悦纳我的生命，献上火祭，渴慕你，拥有我全人全心。对神说：求你。求你来使用我，让我用我生命敬拜你，荣耀你，成为你的器皿。我愿这一生都为你歌唱到永远，荣耀你，直到看见你的名被高举。渴望看见主的名被高举，哈利路亚！我们更多的来向神献上。主，我来到你座前，全心向你献上我所有，毫无保留地将我自己献给你，渴望你来充满我的心。主，我来到你座前，献
让自己成为你的器皿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你是我们这个美好的圣